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0月26公司台记早起新闻，我是关碧君。新闻头先，出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昨昏的天气是相像，各地头拢是侪云好天气。不过要注意天气，明仔载开始就会有变化。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伫基隆北海岸东部、马祖地区会落底渐转好。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是27度到31度，低温是21度到24度。新竹关西透早温度是落到15.9度，西部早起暗时温差较大，民众出门就要会记得加套一领衫。也若进前即款烧热的天气，敢若维持到今仔日，下暗开始水汽就会变较侪。北部地区可能会落底渐转好，明仔载东北季风加强，这方面的地区高温会降25度，会降到25度左右。中南部嘛会落38雨，明显比较凉冷。所来关心苏花公路台九顶线的新澳崩坑，10月24有几落台车龙座火，造成1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拖拉机的驾驶也予警方按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检方问话了后，是20万交保，事故原因搁要调查。事实上，这段路伫崩坑前后也是弯弯弯弯，也捌伫2011年甲2016年发生严重车祸。地方也希望这个新的道路疏化案通赶紧完工。沙石车甲地边轿车，互警方扣押，但检察官勘查。苏花公路台九顶线新澳崩坑一时发生沙石车连环烧弄，致死1死11伤。工程人员无用清理修复，二时暗时顺利恢复通车。真侪伤者当中，还有一个细地重机技师，医院带去观察。现场的死者检方会伫自我受险，会发生这重大事故。肇事的现场的驾驶讲是因为精神无好误神，才冲撞后前车，互警方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到新澳隧道北上发生多部车辆追撞交通事故，详细肇事原因等待警方后续厘清。这是苏花公路东澳甲南部第一摆发生重大死伤事故，2011年就因为游览车弄山壁，6人死亡。2016年共款伫新澳崩坑上发一个小客车驾驶酒后驶车，伫弯道车速伤过紧，并且弄山壁，4个人死亡。地方认为这路段正弯巧，尤其新澳崩坑短1公里，算附大弯道，较会发生事故的主因之一，呼吁疏化案赶紧完工。因为那边很直嘛，会不会误以为是说那边可以加速？所以这一段我们还是觉得说那个疏化案赶快做一做综合规划案已经送到部里面开审核，那环评的部分也送到部里面在审核。这事故也予疏化案什么时阵因完工引起关心。疏化界工程处讲，综合规划已经送交通部审批，年底送环境部审查，若顺利2076年就应动工，2032年就应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昨发生2件大型车的车祸，有拖帮车的驾驶伫咧驶车的时摔咧戆神，几台车冲去弄到做空停的围栏。另外，也有一台南北控的驾驶驶到一半煞向并车。这款大台车发生意外，可能会致出较严重的后果。要安怎做管控？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检讨回混制度。一块白米啊，甲规涂骹，沿路是棍公手，车头拢弄歹去，挡风玻璃也拢破去。25透早5点半，司机开车载上千包的米去送货，开到这台北大学附近，因为精神无好，弄到时间围栏，运动的民众经过也受到影响而受伤。行人双膝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为0。阿摩托车坏伫路边，警方到场来管制。同一天换一个所在也传出车祸事故，这40岁查甫人早起10点外开阿摩托车经过新北市的新店，伫新湖路这个所在向阳并车，司机当场煞无喘气心跳。救护人员到现场来急救，最后也是伤过死亡，并且事故也造成一个记录人骨头断去。只是这大型车交通事故前日就发生，婚姻甲苏花路龙这几天更加连续出现游览车甲沙石车严重车祸。交通部长王国材就讲，检讨大型车调回训练的制度。我昨天大概做一个检讨就是说对于像这一种连续有这种行为超速或是这种行为的
除了现在的这个我们祭典制度以外，我是觉得可以就他们这种连续犯的行为，不一定要3年回训了。原本的制度要求营驾大客车的司机每3年调回训练，包含行车安全、交通法规、造成事故预防处理等等，爱上6点钟课程，并且通过这测验，调回训练才算完成。不过，爱对职业司机最近较有效的行车管控，无摆拄甲现行的制度加严，对课程内容才面向落手。他如果没有回训没有完成，他必须要回训完成，才能做后面的一个营业作为。后续就是看相关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形，不管是包含他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啦，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或许也有可能纳进来做一个研议。就惊敢若靠调回训练，无度解决全面的问题。立委也质疑，职业司机所属公司无落实督导责任，也是使伫评鉴摕冠分。交通部讲会检讨游览车安全评鉴的项目，对业者爱负责责任，预计3礼拜内提出书面的报告。记者宋合报道。接落来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花旗县市联合部来看高中先科大学今年大学翻册推荐申请入学甲分发入学各校系参赛的科目2昨公布，有147个学系申请入学免看各份的科目，不过分发入学所有回头参赛。另外，伫小组化等招生压力之下，有270个学系敢若参赛一个科目。再来是中国时报。叶绿市的成功岭体大役训练班的干部2时暗时紧急要求专员把所有用品炸落楼，进行予人号做大地动的内部检查。不过过程当中有3个体大役因为受吓惊，转去房间了后，下肢是发作，脚手是脑伤，送到国军台中总病院治疗，加在无代志，已经转去部队。落尾是自由时报为空军退伍一个细老的上校，予人指控吸收5个现役加退伍的军官，甲一个民间的人士向中国泄露军情。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昨判20年的有期徒刑，也要纳1670几万无合法的所得。那讲到这个细老的空军退伍上校吸收官兵做中国的间谍，这个名单当中有一对军官的翁仔某涉嫌利用机密的文件换来上百万的钱。这个军官予人重判19年6个月，伊的太太是20年6个月。立即回转脱离。行会联邦安全国军真拍拼，也毋过一名细老的上校为空军退伍了后，颠倒改行做强谍。涉嫌吸收7名现役军官替中共刺探咱国的军情，反疑2伊为大陆发展组织罪等判刑20年，没收犯罪所得1760万，吸收的军人名单，搁较看到军官翁仔某同技术伫外口欠销，只要交付基本文件，就会当换每一笔相关10多万的空米箱，也双双重判19年半甲20年半。除了军官之外，连文化部也传出内鬼，公务员标出轮做强谍。详细看过作，伊是帮助文化中心科员陈德文破案，互检方发现几年前涉嫌接受招待去中国海南旅游，涉事对方的官员了后，替中共探寻中毒证据。涉嫌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刺探、收集公务秘密，侦查后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诉方姓被告等5人。会当甲中共国安单位牵条线，靠大商方向，廉局翁仔某牵线，翁婿作为海南省大资企业协会营副会长，涉嫌替中共伫台湾发展组织，然后吸收精神业者、帮派成员，搁较找人想要拍伫变联会中心，出伫独派人士动向，检方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将5个人提起公诉。涉案的科员已经伫帮助单位服务真侪年，今麦方查出涉及强谍，文化部以文字回应调查。到伫今年的8月调查资料迄天，已经将伊停职，即马也移送中介。对方渗透刺探证据，已经为军官到公务员、公部门安怎会当无金心力？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的何树康当咧互中国政府查税金，国台办昨表示调查是正常的行为，也强调台湾企业当咧趁钱的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或者是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咧进行独立参选总统的连署活动，中国插手台湾政治的意思是真明显。除了警告郭台铭，也要吓惊台商。
鸿海伫中国的旗下企业富士康最近传出，予中国官方稽查税务用地。国台办2号头一摆证实讲，对所有企业拢是相关的说法，调查是正常的执法行为，只是大商投资。不过表明，台湾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台企在大陆分享增长红利，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鸿海是维持利益的重要信息说明，表示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相关作业。由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在进行独立参选总统连署活动，更加嘴巴讲到要甲郭文铁合作。就中国早些消息解出来，伊公开活动减少。学者认为，中国这时阵出手，政治感悟意味是真明显，想要来影响大选。更希望他能够在这一次下架民进党当中扮演好他本身具备有的条件跟能力，那就是金主的能力。这一次的选举，中共面对台商的思维上是威胁的成分居高，补助或者是补贴或者是协助的成分是下降的，跟过去完全不太一样。吴小弟认为，除了根据郭台铭即摆富士康甲进前亲民进党大商互调查案件无啥共款，中国可能对着台湾选情感觉焦虑，想要采取拖延的战术，伫大选进前合作大商，卖接触政治，打着红线。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安理会拜二召开会议，秘书长古提瑞斯谴责大家塞战争违反国际人道法。佮讲到巴勒斯坦几60年以来爱忍受以色列占领因的土地，引起以色列大使的不满，要求秘书长爱随落台。目前加沙地区欠物资也欠电，真侪病院拢无法度正常运作，但民营即阵也传出真侪囡仔破病咯。庇护区台湾急救的步旁，真侪家庭客伫小小的空间度日子。随着以色列增强对加沙走廊攻击力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南撤，造成难民营负担沉重，欠物资，民众面临健康风险。الأولاد كله أمراض صرنا اللي بكح اللي بيسعل اللي ساخن بالليل 病院情况也不乐观，大量互空袭受伤的人拥挤。伫加沙地区，互以军断水断电，医护人员只会当用手机光源照射，才有法度进行急救。这样凄惨引起各界批评，真侪西方国家拢呼吁人道停火。联合国秘书长是谴责加沙走廊的情形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Let me be clear: no party to an armed conflict is abov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古提瑞斯进一步表示，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攻击，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自从过去56年，巴勒斯坦人忍受袂当喘气息的占领。虽然这款不满袂当作为哈马斯的攻击理由，也不过巴勒斯坦人也无应该受到集体处罚。也不过这段言论却点到以色列的落火。You are tolerating terrorism, and the SG is blaming the victim, and I think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must resign. 以色列官方宣布已经做好地面战准备，一旦政府下令就会进攻。另外一方面，各方让和平主义伊朗的行动，伊朗方认为长期资助哈马斯。美国国务卿利时警告，虽然目前无意甲伊朗交战，那美国人员受到伊朗还是其他代理国家攻击，美国会采取反击行动。那伊朗是好真涉及哈马斯的行动，更加批评美国甲以色列同谋，造成冲突恶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呼吁这场17天的冲突需要随停火。公司新闻纽约编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号表示，已经准备要入侵加沙地区。有报道指出，这段话讲了几多天，却也无行动，是因为要让美国有充足的时间部署迄个地区。另外，因为空袭一直在继续，即阵有更加侪巴勒斯坦的百姓失去性命，有一寡家庭的成员是挂上手环啊，万一呢是死亡，也通避免家己变做无命死。绑伫你手的这条手环是过身了的约束，上好是这世人拢莫用到。外口已经死真侪人啊，万一若拄到轰炸，家己被炸死，别人临死的时阵看到这个手环，才知影你是啥人，袂带伫你无名氏的枪阿波。
这个幼儿啊，拄着空袭，互人救出了，赶紧送病院。加沙卫生部门预估讲，在过去24点钟久内，总共有756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有344个囡仔。当世界真侪国家的领导人呼吁停火，施加压力要求人道救援优先。不过以色列是继续轰炸，以色列叫加沙的百姓向南平走，却又搁攻打南部。国际社会认为是诡计。以军预估讲，只要有哈马斯的所在就拍，就算甲百姓南做伙也是合法的目标。כבר חיסלנו אלפי מחבלים, וזאת רק ההתחלה.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נערכים לכניסה קרקעית.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甲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当局暂停沿路入侵加沙，和美国一人赶紧甲飞弹防区部署到这个地区，保护当地美军。不过这也看出美国正担心加沙的战争会拖到中东地区。美国官员讲，华府已经甲以色列讲，因正担心伊朗甲伊朗支持伊斯兰武装组织，恐惊会借机会攻击美军，甲冲突扩大。以色列入侵加沙，可能和伊朗的代理人发动战争。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equally deserve to live side by side in safety, dignity, and peace. I'm sure innocents have been killed, and it's the price of waging a war. 美国总统拜登伫国家来访嘅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见面，讲到以色列应该甲阿拉伯国家好好啊斗阵。伊认为哈马斯攻击以色列行动嘅原因之一，是为了要避免以色列甲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另外，对哈马斯所讲嘅死亡人数，伊也无啥相信。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20估计，加沙境内有超过140万人无家可归。加沙、埃及甲以色列边境嘅关防拢已经关起来，百姓拢吊伫咧遮，无法度离开。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巴西大城市里约治安是真歹，最近有一个乌道民兵的组织头人，互警方断事了后，伊的脚脚竟然去放火烧35台公车，佮有火车，造成当地大众运输拢无法度正常运作。当地政府已经抓12个嫌犯。里约的州长是要求中央政府协助打击当地毒品，也佮有枪的乱象。都会和规台公车拢着火，冲出来的乌烟是一直关到要到天顶。里约的街仔路8日至少有35台公车和一个火车，互故意放火烧了了。这么大打犯这种暴行的，就是当地上大的民兵组织。O crime organizado não ouse desafiar o Estado. Nosso plano de contingência já está ativo desde as primeiras horas. Todo o contingente da Polícia Militar,da Polícia Civil está nas ruas. 里约这民兵团一般是现任和前任警察组成的，因一开始是为着受到贩毒集团欺负的三只社区去设立自卫队，但后壁却变做去做真侪无共活动的犯罪组织，变做当地上大的安全威胁之一。这摆小公车就伫咧警方甲民兵领袖的孙仔拍摄了后发生，看起来就是咧报复。É nosso compromisso, eu já tenho dito, prender.Principalmente os 3 maiores líderes do tráfico e da milícia do Rio de Janeiro. 目前里约的警方已经抓到12个放火的嫌犯，州长是主张讲，以犯恐怖活动罪，甲严加处罚，而且宣布讲入去到3级警戒，呼吁民众和游客要注意安全。根据报道，里约的民兵组织已经掌控超过半个市区和散架人大的所在，佮和毒品乌帮伫里约的西部在抢地盘。双方最近的冲突就发生伫3礼拜前，一个医生洪准是民兵的成员洪台死，为了防止暴力继续出现，里约的州长紧逼向中央求助，希望军方帮助监控，防止武器、毒品入来遮。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南韩，今仔日国际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甲美国总统拜登举办双边会谈，会后两个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讲2016年南海仲裁的法律效力，对中国无符合国际法的过度海事主张感觉烦恼。相片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高频改变现状，呼吁透过和平对话解决两岸的问题。接下来，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强森。众议员强森今仔日伫全党的支持之下，以220票当选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结束众议院22天无议长的乱象。
互人看做是保守派的强生，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也是2021年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的联署人。伊嘛表示，若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应该做好准备。罗马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到9月底，全国难民可能已经超过11400万人。主要原因是因为战争、暴力威胁、教育侵犯人权、各有可汗、做大罪等等原因。联合国专员表示，全球有侪冲突正在扩大，要是升级，国际社会应该审视自我拍拼结束的冲突，让难民通转去家园，也是重新开始生活。所来关心国内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因为逼出有外援，10月24透过面册宣布要退选。本正高雄立委白石都是民进党要提起，赵天麟退选了后是啥人要来接？公安局长陈其迈表示，尊重赵天麟退选的决定，也因为选举要到，会找经营在地少年世代的政治人物。原定早起受访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一直到下晡2点半才出现。对国民党质疑伊婚外情、恐惊干涉国安事件，伊也对方卖转移话题。伊讲处理去唔对退选来表示负责，愿意接受调查来检视，也欢迎请国民党立委比照办理。不管是从党的态度、党的调查、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的调查、国安调查，我都非常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也很愿意约马文君委员一起，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这么做？赵天麟表示，婚外情了退选，和民进党高雄立委的选情搁再增加变化。原本民进党立委背时想要全部拢调，老世峰已经讲问题退选，换共选区的议员李碧基参选，选情不到3个月，第6选区伊搁认真来换将。我们深耕的我们年轻世代的这个政治人物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来做讨论，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市长陈其迈尊重决定，会甲中央党部讨论，对着亲力经营少年世代政治人物来做评估。天麟委员有难，我勇于承担，义无反顾。尊重党的决定，我也会尊重永延会内部的建议，然后不管哪一个位置，我们都准备好了。看党中央的安排，然后我们作为党员，一定都是会一起努力。高雄市选委会讲，即要伫9月13进前，设置高雄大半4个月拢会使参选立委。新生代共党议员像是黄文佳、郭建明、黄捷拢被点名，是毋是参选态度拢真开放。不过局系简焕宗加资深议员李教儒直接表示袂选。八最贵议员的观光局长高敏林加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也被点名，地方也希望党中央尽早提出遴选，化解选民的着急。不管是协调征召也好，那尽快的让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可以进入一个备战的状态。赵天麟虽然退选了，但是他涉及到有没有违反国安法，有没有泄密之嫌，我想相关单位都必须要启动调查。基层爱中央赶紧来决定遴选，要拼揪掉这一色。港选区竞争对手陈美雅是爱相关单位查清楚是毋是不法。赵天麟就算是退选，造成的政治效益也是无法度来平息。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赵天麟逼出外援宣布退选，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昨伫中常会是要求全党唔通忘记初心。另外，伫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南北合目前也是无进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话会用上大耐心、甲诚心、同理心换位思考，希望各问题卖当安尼做。民进党高雄市的立委赵天麟防逼出婚外情，宣布退出2024立委选举。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25伫个中常会是要求全党莫忘记初心，讲若言行失事，一定用党纪严格处理。党员言行失序不符合社会期待，党中央必定严明党纪，不会因为了要国会过半，或者是为了要保住任何一席立委的席次，而牺牲本党的原则。2024大选是愈来愈近，但南北合嘛是继续吊伫遐。对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话讲，会用上大的耐心和诚心、同理心换位思考，希望各问题嘛安尼做。海委员嘛伫面册发文发话各问题，讲若要互台湾赢，都袂当干那想着家己，希望各问题会当让步完成南北合。它绝对不能变成淘汰赛，它必须是组成一个连队。而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的建议要换将、要淘汰、要讲别的人，绝无此事。一罐砒霜喝下去会死，
那说那喝半罐就可以，还是死掉？底下设73个投票投开票的时候，还要设在国民党的民众服务处。我天哪嘛，这个还没投都知道结果。国民党是形容国民党提出的民主初选方案，就敢若砒霜。早起嘛开政策记者会，各地有会人登来工课场打造长寿经济。3大解放包括对55岁以上提出壮世代文化运动，政府带头正名，甲有会人负面的标签拆掉。过来是成立第3人生大学，退场大学永生春化，互壮世代积极来追求人生。过来是所谓正义的转型，消除世代的所谓争吵。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是无公开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罗迪科航园区内一个工地，昨下晡2点外是发生土堆放弃，2个做工仔人互带伫咧下骹。其中一个男性的做工仔人救出来时已经无喘气甲心跳，另外一个人是脚受伤，送病院治疗。消防局表示，2个做工仔人伫进行消防管线的工程的时阵，土堆放弃互带伫咧下骹。消防局是出动7台车，15个人，但是现场一个50岁左右的男性做工仔人救出来时，也是无喘气甲心跳。另外一个是64岁的男性做工仔人，骹腿互缀伫咧下骹，救出来时意识是清楚。南科管理局是表示，目前正咧调查事故原因。所来关心三军总病院进前有收治一个32岁印尼籍的女性看护，伊来台湾6年拢无回去过。经过检查，发现伊去感染到太过病，引起手脚拢开始烂，胃肠也出血，落尾急救也是救袂回来。医生认为可能是伊来台湾进前就互感染到啊。这32岁印尼籍女性看护工被送到病院时，司机的皮肤已经严重烂去，骨头去掉。个案发病进前捌出现一阵关节痛痛，不过毋捌去看医生看，后来病况恶化，转进到医学中心。经检测才发现，原来个案是得到汗性病合并劳氏现象的罕见案例。赶紧手术治疗，也是因为胃肠多次或者其他并发症，断医将近2个月，也是不敌死亡。初步的话判断说，它可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造成的一些血栓的一个情况。那后来有找皮肤科跟外科介入之后，然后共同一起努力的话，在它一些发病的一个组织的地方去取得这个检体。医疗团队讲，汗性病是麻风分岐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将近10年来，台湾每年新增加个案大约是10例到15例，大部分是东南亚地区境外移入。主要是侵犯皮肤的黏膜周边的皮神经，所以讲皮肤有红色也是白色的斑地。若是严重司机的烂气，这个病稳重期达到20年，因为个案来台湾6年毋捌转去，医师怀疑这个案来台湾进前就已经画到，而且个案也合并劳氏现象，也就是过敏反应引起歹死性肺梗炎，才造成伊的病情快速来恶化。合并罗氏现象的话，大概会很严重的这种血栓啊、血管发炎的情况，所以进展非常的快速啦。那如果说没办法早期再发现，然后给一些适当的处理的话，大概就会很严重了，就会致命。医师提醒民众，若是有登记去东南亚旅游，也是讲当地移入的民众，出现无正常皮肤的症状时，千万唔通疏忽一寡罕见的疾病，像汗性病，请赶紧到大病院做详细检查，以免延误这个病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两商工会宣布，鸡卵产地介绍甲市场介绍每台斤是落2块。因坦白是因为受进口鸡卵的影响，致使本土鸡卵买起无好。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是昨伫立法院表示，经规和部分县市停止供应液态鸡卵，呼吁地方政府要重新检讨限制使用。若教育部长潘文忠也希望各县市会使重新评估。台北市两商工会理事宣布，产地加批发价上一台斤降2块，变做43块半加53块，主要是受到进口鸡卵出问题影响。业者讲确实有影响，有消费者讲照吃。我拢照吃。稍微是有啦，因为大家都有点恐惧啊。觉得是说暂时先不吃，避避风头这样子。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讲，进口鸡卵标示效期标唔对，影响消费者的信心。因故希望一寡要停止学校营养午餐供应2亿的地方政府重新评估。各县市政府针对营养午餐，如果限制使用液氮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够尽速的重新去检讨。
国民党立委认为中央将加强提振消费者的信心，民进党立委是希望农业部立场较硬咧，因为学校的午餐本来就是使用国产的农药，应该是地方政府来把关。你要让人家重新考量，你必须要让人家安心，没有一个家长可以放心去吃一蛋，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农业部也要硬起来啊。过去跟现在从来没改变过。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营养午餐使用的差不多拢是国产的鸡卵，希望禁用的县市重新评估搁开放，让学生会当食到鸡卵。若无有可能会影响学生的营养均衡，时间若久，对学生的健康无好处。记者综合报道。打击诈骗10月24日，数位部则启动政府专用的号码111。未来政府机关传出来的简讯，也显示111才是正港的，要来帮助民众分辨诈骗简讯。也若讲到 NCC 嘛有参电信业者合作，针对加886开头的电话主动检警示。NCC 表示，加886这款诈骗电话已经减少90%左右，效果是真好。未来连加886为外国卡来的手机啊号码，嘛会当透过电信业者资料分享来阻挡诈骗的电话。电话响啊，若发现是加886开头的电话，就要注意敢是诈骗。NCC 甲电信业者合作，为年中开始主动检警告，看起来是国际卡来的加886电话。NCC 表示，到单这类的电话已经成功减少90%左右。其实我坦白讲，上个礼拜我讲说，从整体的趋势来看，以后这个诈骗集团要用境外电信语音的诈骗，看来是走不通了。另外，进前若是出现加886开头的电话，有可能是民众为国外使用漫游卡电话登来台湾，所以较歹分辨真假假，所以是用接电话进前警告的方式提醒民众爱细致。不过，现主是3大电信业者合作，会当透过互相分享家己的用户，敢真正是登咧国外漫游来阻挡这通电话。发话号码这个用户他目前的状态哦，假设这个状态呢，他是属于他目前的在国外，那当然这通电话就很正常啊。那假设他不在国外的话，那这样子这通电话就有点奇怪，可能应该就是伪冒的。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看的话，我们就增加了一个辨识拦阻系统。另外，进前刑事警察局发现，诈骗集团今麦已经开始放弃加886开头的电话，改使用加67加102单纯的国际电话号码来继续诈骗。NCC 表示，未来所有境外国际电话拢有语音警示，若是境外电话加做台湾的号码，会全面阻挡。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家电影中心台南社内社区用半档编写一本台语罗马拼音的绘本，搁结合 QR code， 让大家方便学习。另外，时代也发表因创作的歌曲。社内发展协会认为，即马是发展本土语言上好的时间，因拍算印1000本绘本捐予在地学校。大妈家阿公。时代课罗马字念咪就念出来，真无简单。这本台语罗马拼音绘本是台南社内社区台语班的学员参老师用半档累积的成果，因特别办发表会小解册内容，特别是内底有540个图样，到 QR code 通扫，让大家方便学习。另外有人写书谱曲分享作品，陆立文渔夫嘛到场参社区吟唱做交流。老师按一面教阮话，一面教阮罗马拼音的迄个发音。希望讲老师的歌诗会当借着这个真正好听的旋律，去甲伊传播出去。将台语推送给全台湾来，这少年人拢会晓写，会晓看。家己发音要安怎才会准确？台语老师当洪静指出，爱靠罗马拼音来辅助。经过了解，18年前全台湾头一摆出现书写的文字号做新港文书，目前台南其他业族有咧使用。当洪静指出，台语参新港文拢用罗马拼音系统，以减记过可以当传传在地文化。伊嘛带细汉囡仔行出社区，参众人分享所学的歌谣。老辈来带着这孙仔辈，安尼来做伙来交流吼，这是一款文化，嘛是一款亲情的迄个交流吼。咱若惯习这时吼，咱得即卖台语也好，还是未来咱要来推广
这个时代也语也好，拢会感觉一个真方便的一个工具。社内法定协会讲，因按算用1000本绘本，被关乎在地各中小来做教材。未来嘛计划继续出版正改版的母语绘本。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鼓励在地文学创作，高雄市举办打狗防疫文学奖。今年报名的作品有1325件，是往年来上济一摆。其中台语的新诗是由苦瓜丁凯花蕊得到高雄奖，作者是写出妈妈的故事，感动平心。由王家华老师改编这首盐田区长，佮配上老师家己写的诗，唱出高雄在地特色，这嘛是打狗防疫文学奖的精神。你坚定无认命的精神，像温柔的月光，照光我的心窗，行向光明。这批苦瓜丁凯花蕊，就是今年得到台语新诗高雄奖。作者蔡秋云是以妈妈的故事来写这首诗。其实伊有一个罕病查某囝，照顾30冬，是妈妈无认命的精神，予伊真大力量。因为诗词的亲情伦理嘛感动平心。这句诗句对我来讲的影响真大，因为我有一个查某囝，伊是先天的罕病，嘛会失智的时阵，但是我若只要想着我阿母，我就感觉讲。这无啥物啊！除了台语新诗、毛小说、说文甲新诗项目，今年打狗防疫文学奖是头一摆开放线顶的报名，当做1325件是上济一摆。创作题材为家庭到社会议题拢有，互今年竞争更加刺激。的话，我们的文学奖的话，我们的参赛者都在想尽各种方法，可能写家庭、写社会、写各种不同的层面哦。都希望把人性做最好的一个展现啦。打狗防疫文学奖已经举办13冬，望鼓励介意文学朋友，这摆连国外嘛有真侪人投稿来呈现台湾的创作。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庙会接看到的童仔是真活泼甲古锥，为着要让大家亲近台湾的艺术文化，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举办心动派对，邀请到100姓童仔做伙来采鸡，招民众做伙来参加咱的日头文化的嘉年华。在松下混童子，严师场要去，大头下大雨不。舞台顶唔闹电音三太子童仔佮跳 hip hop， 你敢有看过？新东团伫台湾的民俗活动中接看到，因的形象活泼古锥，定会和民众互动，扮演束缚的角色。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伫今年斗阵区的活动以新东 party 做主题，这届项目有100仙童仔行街路落地扫，也佮有市啊和 DIY 活动，要甲咱的顶头办做嘉年华。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神童，好，那所以我讲讲，趁这个机会，让台湾同奥妙的这个信仰文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或大家拢怎样？这届活动除了室外顶头表演，伫台湾戏剧中心也有盛大的开幕演出，表演的元素结合拍鼓、南北管，也有 hip hop 等等，要让大家看到顶头文化创新的能量。今年嘛邀请到宝岛神很大的主持人来做宣传大赛，望招民众做伙来亲近顶头文化。你现场就当看到，不管是顶头啦，传统的顶头，还是创新的顶头，其实才拢看得到。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当甲囡仔讲啊，这是啥物？咱的太子是啥物神明？还是讲这个古锥的这尊是啥？啊，就变做讲，我加一个会当甲阮囝、阮查某囝做伙来佚佗，会当甲伊互动的一个物件就对了。今年活动分做11月11和12两日的游行表演。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除了邀请到文珠保存身份的艺人团体来，也佮有请幼稚园囡仔所组成的新众童仔，要来和大家做伙闹热。记者卢尚如、郑顺友台北报道。秘鲁甲波兰的科学家利用3D 技术，重建一个印加帝国时期尸体模样。伊是一个伫祭典奉献去的19岁少女，伫咧火山的山顶，因为结冰，尸体冰超过500年，才互人类学家发现挖出来。甲白色的刀仔掀开，困真久的印加少女木乃伊胡安妮塔真面目将有公开呀！秘鲁甲波兰的科学家借助3D 的技术，重现伊伫5世纪进前的面貌。28 years later, it's been done. It's been done in a magnificent way.
I mean, she has this pensive look that is made possible only by someone with great ability in this kind of work. 1995年，美国人类学家莱因哈德伫秘鲁的安第斯山脉附近的一座火山，发现从冰封大约500年的胡安尼塔。尽管天气和遗体保存甲真好，推测伊当时的年岁大约是14到15岁。When I looked at her, I remember thinking, what a pity, because we knew the rest of the body was really well preserved, that it was exactly the face that was most exposed and therefore most difficult to kind of be able to replicate.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专家经由长针扫描加3D 的技术，那中间胡安尼塔的外表，更加进一步了解伊的死因。Fue descubrir que la Juanita fue matada por golpe en la cabeza y podemos ver en la escanos de tomografía que la cabeza fue rompida por un golpe muy fuerte. 研究另外发现，胡安尼塔头壳骨有一道5公分的壁唇，可能是规则时阵和棍仔也是印加武器甲降落去。原来伊出世伫印加帝国时期，推测当时民众为着祈求丰收，也是防止天灾，甲也是少女的胡安尼塔献祭互神明。公视新闻江文编译。好天气上尾一间，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台北市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22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来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